良友之星同埋樂豐報嘅內容好豐富㗎，一齊嚟睇下啦！嘉賓陣容鼎盛，涵蓋科學、語文等各個專業範疇，深入淺出，帶領小朋友輕鬆跨越學習嘅門檻，見識更廣闊嘅天地。我哋每期都會有跨學科主題故事，帶小讀者暢遊浩瀚嘅知識世界。仲有多元化嘅欄目，喺日常生活裏面發掘新奇嘅知識。另外，仲會透過漫畫同故事，幫助小讀者培養正面價值。英語故事裡面嘅 QR Code，掃一掃就可以聽到英語錄音㗎啦。記得要參加埋我哋嘅有獎遊戲，同埋留言，同我哋分享感受啊！連小讀者都話好鍾意睇我哋雜誌㗎，快啲睇下下面嘅資訊欄啦！